不起的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对不起。我会不要命了啦！我要炸总统府啊！就是这句话，让这名自称网络红人的游姓男子闯下大祸，被警方盯上。社会上没有所谓的兄弟，也没有所谓的义气。哦，我的人生已经是一个空白啊！我该不要命了啦！语带哽咽，3句不离脏话，越说越呛。尽管影片随即遭下架，但是他还是脸书狂 po 文。说自己兄弟跟东西全部准备就绪，还说是人生最后一战，让底下不少网友直问这又是哪招？而威胁总统府的言论，警方早就盯上，循线逮人，随即成立专案小组，以钓鱼监视器的方式，于18时50分，预计在2个小时之内，即将由嫌带回侦讯。全案举行后，将依恐吓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我叫网络红人吃屎哥。我之前说谣言要炸总统府，都只是开玩笑。我在这里跟社会大众说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这种话。身为公众人物的我，不应该说这种话，因为说这种话，判决书下来了。我吃屎哥被判3个月，我要进去关了，我要进去关了。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，对不起，我要被关了，对不起，我还要养爸爸，还要养家里的人，我不能被关了，对不起。判决书下来3个月，我好痛苦，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我身为网络红人不应该做这种事情，对不起，我判决书下来了，因为开玩笑而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的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对不起。